Hi，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係 K 俊。咁啊，近排咧就搞咗2次嘅賽馬活動。咁啊喺呢個打比同埋女王杯，同之前有啲唔一樣啦。之前有捧賽事搞嘅，呢2次參加賽馬團嘅人，男多定女多呢？話佢哋嘅背景係啲咩呢？一陣再同大家講啦。講下呢2個月咧，搞完一個青年賽馬交流感受啦，又搞啲打比大賽啦，同埋一個女王杯嘅。咁呢兩團嚟講呢，其實每一團都有成20人，都非常之多啦。好啦，點解會揀喺啲嘅大賽日子呢？因為其實嗰個氣氛咧特別之好嘅，即係成場都爆滿咁樣，咁又睇到可以馬王啊出戰啊，或者啲嘅4歲最叻嘅馬去出戰啊咁樣。咁嚟嘅人呢，其實即係大家都唔好諗住，男仔中意睇馬多啲喎。其實反而呢，兩團嚟講，尤其是打比嗰團咧更加誇張。有18個人嚟，有16個都係女仔，得2個男仔。喂，即係完全係壓倒性咁嚟喎。當然啦，依家女仔呢，可能分鐘仲中意睇馬過男仔。尤其是可能深圳呢一邊，佢可能更加好奇心更加重。咪呢邊啲女仔呢，中意係出去見識下啊，或者即係其實佢哋可能呢已經去周遊列國都唔出奇啦，即係去晒歐洲啊、美國啊等等，所以都想嚟參加呢個賽馬青年交流啊。咁啊，啲人呢可能喺電視上面見過，但係真正呢真係未去睇過嘅。咁而且嚟嘅人都好年輕喎，啲女仔，即係可能都係20幾歲咁嘅樣。有啲就係做一啲嘅外貿生意啦。有啲呢，佢係做一啲嘅老師啦，或者呢，佢係做金融等等嘅，咁亦都好靚女啊！所以依家嘅男士嚟講呢，即係唔一定話，男士淨係中意賭馬，唔一定。我覺得第日呢，亦都係會搞多啲喺呢個節日一啲嘅賽馬團，因為呢個氣氛或者呢個即係可能女仔特別多啦咁樣即係先多啲男士想有興致咁嚟。其實我哋分鐘都仲想招多啲男士嘅，即係如果跑馬團嚟講，因為呢，即係女仔太多啦咁樣，即係如果啲男仔可以教下佢哋點樣去賭馬啊，咁唔使我自己一個人講咁辛苦呢，其實真係更加之好。亦都有啲男仔呢，其實即係香港男士啦，即係佢哋識玩馬，咁教埋個女仔去點樣去睇馬。咁其實呢啲亦都係一個加分嘅項目嚟。我哋依家有個新出嘅小程序啦，叫做深港盒，入邊有每週有唔同嘅活動，有有興趣交友或者創業活動都有嘅。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我哋一個小程序睇一睇，亦都有啲會員計劃啊，或者幫助大家脫單嘅服務啊等等嘅。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